近日講三家分晉嘅根源六兄制。當年晉國國君因為害怕宗親奪權，於是特用皇室宗親，只重用外姓大臣。久而久之，軍政大權就俾6個最強大嘅貴族世家壟斷，合稱六兄。六兄既有決策權，又有軍權，而當中為六兄之首嘅中軍將，則集軍政權於一身。六兄制為世襲制，前期人才輩出，拼命對外擴張，聯手將晉國推上春秋第一大柱嘅島咗。但到咗後期，六大家族越嚟越強，君主徹底地架空。最後，六兄中實力最強嘅韓、趙、魏三家消滅其另外三兄，將晉國嘅土地平分。呢個就係三家分晉。三家分晉不僅係晉國嘅滅亡，亦都係戰國嘅開始。下期講三家如何分晉。